農曆嘅5月5日咧，仲有呢個惡月惡日之稱喎。係啊，農曆5月咧濕熱勁重咧，同埋呢個咧陽氣極盛嘅。咁呢個時候咧，啲真菌啊細菌咧都好容易滋生嘅喎，同埋呢個時候嘅皮膚病，例如好似濕疹咁啦，都容易啲發作㗎。你知唔知香港咧每5個咧就裏邊有1個咧係患有濕疹嘅？其實濕疹咧困擾住佢哋嘅生活同埋情緒嘅。一齊嚟拆解一下醫治濕疹嘅各種方法。要拆解各種民間醫治濕疹嘅方法，當然要請教專家啦。今日請到關富健博士同埋陳巧藝醫生，歡迎你哋。Hello， 關博士、陳醫生嗱，我咧就成日聽到中醫話要叫人戒口嘅，好似一啲甜嘢啦，或者係發物啊、海鮮、牛肉咁樣啦，都會令到個濕疹嚴重噶。但係咧，我更加咧覺得匪夷所思啊，就係原來薑葱蒜啦都會令個濕疹加劇噶喎。關博士啊，咁究竟係咪真係需要戒口㗎濕疹人士？其實咧，中醫治療就冇咁死板嘅，好可能呢啲咧係一路以嚟睇中醫咧嘅誤解嚟嘅。因為中醫裏邊咧都會分急則治其標，佢啲病人出晒水啦，你仲唔去搞啲皮膚咩？咁我哋喺緩則治其本嘅時候咧，先至會去調理體格嘅。咁因為中醫會根據嗰個人嘅身體唔同嘅變化咧去作治療咧，所以就唔係話一路都咁死板嘅。但係咧有啲病人啦，譬如佢嘅體格屬於寒濕體格啊，一啲濕熱體格啊，我哋啲食物咧都有啲忌諱嘅。譬如濕熱類嘅水果咧，有芒果、菠蘿、榴蓮筍，我哋覺得食咗咧會對個病情嚴重啲嘅。有啲紅肉類、牛肉、羊肉、燒鵝呢一啲又係要避忌嘅。咁有啲好common大家都知嘅薑葱蒜啊、煎炸辣呢啲咧，咁大家都會避開食㗎啦。其實中醫所理解嘅戒口咧，唔係0同100嗰個關係嚟嘅。一話戒口就全部都唔食，一話食得嗰啲就全部都食，即係好似你食一片芒果唔會有發嘅。但係食2隻芒果咧，就好有機會將啲濕疹逼出嚟啦。即係辨證論治啦，係咪啊？都要詳細請教翻中醫師。咁啊，陳醫生啊，喺西醫嘅角度，又主唔主張濕疹去戒口咧？我哋都主張戒口嘅 Mandy。咁嗱，最緊要睇翻佢本身係對咩敏感啦。如果佢對豬牛羊敏感咧，當然咧避開豬牛羊嘅話咧，其實咧佢就會減低咧呢個濕疹嘅機會㗎。咁有啲人可能對海鮮敏感啦，就避海鮮。咁你好容易知道自己有咩敏感嘅啫。通常咧食完咗某啲嘢之後，之後出疹就會知啦，咁可以做一個食物嘅日記啦，諗翻譬如每次出疹之前嗰1日究竟食到啲乜嘢，就可以清楚自己有咩敏感。當然有啲人咧想更加準確嘅咧，可以抽啲血做一啲抽血嘅測試咧，就係知道佢咩致敏源咯。咁但我哋就唔會主張佢乜都去亂咁戒嘅，因為如果咁嘅話咧，有機會營養不良咧，同埋影響小朋友嘅發育㗎。嗱，你哋講開戒口同埋即係飲食啦，我咧近排咧即係其實近排都好流行咧，啲 KOL 同埋 blogger 就話轉食素咧可以即係醫治個濕疹，其實有冇根據嘅咧？喺中醫裏邊都認為，即係食素咧去治療濕疹呢一樣嘢，即係似乎個證據唔大嘅，同埋濕疹唔會因為你單單食素底下咧，佢完全康復嘅。咁中醫嘅分類咧，一般會分內因、外因同埋不內外因嘅。咁不內外因嗰啲咧，你就好難揾得到源頭噶啦，即係唔知點解會發作出嚟嘅。但係如果係外因咧，就係因天氣變化啦，譬如春季轉夏季，濕氣較高啦。咁呢個又係人咧好難去同天氣對抗嘅。咁但係內因啊，咁包括你嘅生活習慣啦、飲食習慣啦、情緒影響啦，呢啲都對身體裏邊有莫大變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即係食素裏邊其實唔係可以攞嚟治療濕疹嘅。咁啊，陳醫生咧？我哋咧覺得Phoebe 真係好 trendy 啊，因為其實咧最近都好多唔同嘅研究咧，就話係咪食素咧可以減低濕疹，咁但係就冇話充足嘅醫學實證咧就可以減少嘅。咁啊，雖然食素一定係有健康啲啦，咁啊你知道咧，因為比較好多嘅營養物，咁但係咧其實咧對濕疹嚟講就冇話特別好嘅。不過的而且可能間接會幫到手嘅，因為食素嘅時候咧，大部分咧呢啲素食咧，其實佢致敏機會細啲，因為見到大部分嘅食物嘅致敏咧，通常可能係一啲海鮮類啦，或者係啲肉類嚟嘅。咁的而且確食素嘅時候咧，致敏嘅機會咧係的而且確細好多。咁所以咧，可能間接因為咧食素咧少咗接啲致敏源咧，而令到濕疹咧會有改善嘅。不過我都建議啦，都係食得健康啦，就唔好因為特登咧食素而去改善濕疹。係好容易會變成偏食啊！嗬。嗱，不如我哋又試下喺天然嘅護膚方面着手啊！我聽過咧，再將嗰啲燕麥啊打成粉啊，然之後再溝暖水，變成好似一個 mask 咁樣啦，敷喺濕疹嘅患處，又好似係有幫助㗎喎。關博士係唔係㗎？其實咧，好似成上題咁樣，反而揾出個體化嗰個差異，應該知道嗰個人嘅體格咧去作針對治療咧，咁先至達到效果。包括頭先你話外敷嗰啲嘢啦，究竟嗰個人個皮膚咧係屬於一啲濕熱性嘅皮膚啊，定係還是乾燥性嘅皮膚咧？呢個都係非常重要嘅。但係因為中醫嘅文獻裏邊咧，就
冇好明確記載咧燕麥啊嗰啲敷皮膚咧係有治療作用嘅。咁啊，陳醫生咧，燕麥得唔得咧？其實燕麥咧，除咗食之外咧，其實對皮膚真係有功效㗎。有最近都好多研究咧，就發覺燕麥咧開稀咗，變成一個糊狀嘅時候咧，搽落皮膚咧有呢個消炎啦，同埋舒緩痕癢嘅作用嘅。咁當然唔係成日用啦。咁同埋啲皮膚一定要唔可以有啲損傷嘅時候咧，的而且確有效嘅。係，我有少少濕疹嘅，我試咗之後咧，話俾你聽啊。但係膚質敏感嗰啲人咧，陳醫生你會唔會覺得佢搽完之後仲衰過冇搽咧？哦，咁你講得啱啊！一定要睇下佢本身係咪對燕麥有敏感。如果咁好彩，佢本身對燕麥有敏感嘅話咧，咁啊千祈唔好啦，越嚟越差啦。咁搽椰子油咧，好多人都中意搽椰子油嘅喎。咁我哋嚟講咧，就覺得椰子油咧的而且確咧好好嘅一個保濕產品。但係你明白佢嘅道理係點啦？佢係一個鎖水嘅一個保濕產品。咁的而且確一定要咧，你有水分先得過。你一定要有啲甘油啦，一個叫做透明質酸先。如果單淨係搽呢個椰子油就補唔到濕噶啦，因為佢本身都冇水。你就算你夾硬鎖幾多錢嚟都冇錢嘅。咁但係咧，你一定要搽咗其他嘅一啲保濕產品再用咧先有效。咁但係淨係用呢個椰子油就大件事啦，因為咧尤其是面嗰度啦，你可能會有啲油脂出現咧，嚴重咧有機會有暗瘡噶。咁芫茜水去浸泡濕疹嘅患處應該得啦啩，關博士。哎呀，呢個都係對中醫嘅一啲使用嘅誤解嚟嘅。根據我哋嘅《本草綱目》記載咧，芫茜呢一樣嘢係屬於辛溫嘅一種植物嚟嘅，即係我哋熱辣辣嘅植物嚟嘅。佢本身就用喺咧嗰啲麻疹啊、水痘啊、透疹唔出，啲古人就係攞芫茜水咧將佢谷出嚟嘅嗰啲瘡。所以如果你要用喺治療濕疹，好似金銀花好用過芫茜咯。我哋就唔係好主張，因為暫時咧喺西醫嗰度咧就冇充足嘅醫學實證咧證實咗芫茜水嘅功效。但係反而咧，如果芫茜水得唔乾淨嘅時候，皮膚有損口咧，有機會增加咧細菌感染嘅機會，搞到皮膚發炎㗎。唔怪知道我個朋友咧，即係佢講笑話咧，最好就係用啲漂白水洗嗰啲芫茜先至好用。不過我聽關博士咁樣講，都係用呢個金銀花好啲。喂，不過漂白水真係可以幫到濕疹㗎喎。漂白水都得，唔係啩？係你太 out 啦！諗住漂白水淨係拖地，其實漂白水咧本身嚟講，如果開稀咗嘅時候咧，搽落皮膚一啲嚴重嘅患者，譬如佢有發炎嘅皮膚咧，的而且確有啲醫學文獻咧，尤其美國皮膚學會都指出咧，可以咧殺菌，從而咧改善濕疹。但係要留意翻，要小心用喎。第一，一定要開稀；第二咧係一啲咧嚴重、中度或者嚴重有呢個感染嘅人先有功效，因為你話明殺菌啊嘛。如果普通咧濕疹嘅患者咧係絕對冇用嘅。咁係咪真係話以毒攻毒，接觸多啲致敏源會好啲咧？咁啊，的而且確咧，有啲研究話早啲接觸狗仔咧，其實將來小朋友咧有呢個濕疹機會細啲嘅。咁但係一般建議嚟講咧，都係咧盡量避免個致敏源咧，減低濕疹嘅機會㗎。其實中醫裏邊嘅講述咧，我哋就係保守啲嘅，就唔建議呢啲人立亂自己去接觸啲貓狗，尤其是喺發作期。我哋一般都係用緩解期嗰時咧，少少地咁去測試嗰個身體，同埋要根據嗰個體格嘅。譬如兩個都係肥仔，一個成日發作，一個唔發作，要揾點解原因咧？我諗要揾翻中醫師先知啦。嗱，我又聽過啦，缺乏維他命 D 其實咧都會有發濕疹嘅。陳醫生係唔係㗎？係啊，的而且確有好多咧新嘅研究都係話咧，原來少維他命 D 咧的而且確有機會引發濕疹嘅。咁但係咪食多啲維他命 D 咧可以改善濕疹咧？暫時有做多啲研究咧先可以證實呢樣嘢。曬太陽得唔得？曬太陽未必得啦，反而出多啲汗可能仲痕啲啊。其實醫治濕疹咧，好多人都會用到類固醇嘅。咁兩位又點睇咧？中醫嘅睇法咧，其實我並唔反對啲人咧喺啱啱治療急性濕疹嗰時咧用類固醇咧去緩解呢個病情嘅。因為中醫都會講咧，急則治其標呢個原則咧，所以佢如果係喺好似水泡咁攬住過咗關咧之後就停用咧，咁我哋都唔反對嘅。嗱，至於西醫方面嘅話咧，梗係叫人用類固醇啦，不過就唔係亂咁用，係冇事就停用噶啦。聽翻醫生嘅指示啦，因為如果搽得唔啱嘅時候咧，的而且確有好多副作用嘅，譬如有機會皮膚變薄啦、萎縮啦、微血管增生。如果搽眼旁邊咧，有機會青光眼同白內障噶。不過最緊一樣嘢咧，都係個人護理好緊要嘅，搽多啲潤膚膏咧，就可以減低咧濕疹復發嘅機會噶啦。今日唔該晒兩位非常之詳盡嘅講解。嗱，濕疹人士要注意啦，個人護理都好緊要㗎。我今日帶嚟嘅一條良方咧，就係叫三黃洗劑。佢係中醫一條古典嘅名方，專治療濕疹嘅。自古良醫不廢外治，喺外用藥裏邊咧，對皮膚病尤其重要。尤其是係外用嘅藥配合內服嘅藥咧，以提高療效嘅。咁下低有三隻咧係黃芩、黃連、黃柏，咁合稱三黃。佢有清熱解毒、利水滲濕嘅作用嘅。另外隔離有一堆配料咧，佢有大黃、生根草、苦參、苦醬、白鱔皮、地膚子、藿香同埋金銀花。佢係因應唔同嘅人嘅體格咧，去配合使用嘅。咁做完出嚟之後咧，
我哋就將佢磨成粉末，然之後加10到15克嘅粉末，就用150克嘅蒸餾水，然之後將佢混和之後咧，每日塗3到5次喺皮膚嘅患處上邊逗留3到5分鐘，每次將佢清洗乾淨就可以噶啦。咁尤其係針對咧手腳啦、軀幹部嘅濕疹啦，喺一啲早期咧未有水出嘅濕疹嘅皮膚咧係尤其有效嘅。嗱，至於西醫方面咧，濕疹病患者都好多良方俾到佢嘅。第一樣梗係要搽潤膚膏啦，好多人諗住搽潤膚膏咧，搽一次已經功效啦，咁其實唔得㗎喎。如果你真係皮膚好乾嘅時候咧，某個位置要搽多幾次，每次咧就唔係一劈搽落去咯，因為咁樣咧黐落冇乜功效，反而每一次薄薄地搽多幾次咧，咁先有預防濕疹嘅作用㗎。除此之外咧，搽嘅時候都有個時效㗎喎。根據美國皮膚科學會指出咧，其實如果能夠5分鐘內咧沖完涼搽翻個潤膚膏咧，其實保濕效能就最好㗎。咁所以一定係咧唔好咪咪摸摸，立即搽翻呢個保濕效力就好啲咯。除咗傳統搽類固醇之外咧，其實咧而家好多新嘅藥物咧都有幫助嘅，譬如一啲叫脫敏治療啦，或者生物製劑。咁所以作為濕疹嘅病患者咧，都唔好氣餒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希望㗎。